大台哦。这大隻啊，我講。哦吼，大台。大家这边说，跟着我们跟大家来把地方修有咱遐注意这方面，咱的公教练林志龙，这个教练先将军单先生做会议来参加，分享来这个安排大家就是我们大家来听课的参加。互相参加互相参加来把地方中，大家加油！